中秋连假结束，受到超美甲 OpenAI 宣布 AI 晶片合作计划鼓励。伫美国台积电 ADI 股价已经突破$300咯。台股今仔早起开盘就大起哦，指数嘛突破27000点，盘中起超过500点，也毋过收盘是起450点，收伫27211点哦。台积电伫盘中上悬是起到1440块，收盘是收伫1435块，嘛是历史新高价。虽然股票是一直在起，也毋过全台湾绑无成家的人数，各有企业却一直在增加。连假结束，台股开盘再度延续抢悬的态势，以超过27000点开出，盘中一度来到上悬27298点，大起超过500点，冠达股台积电盘中继续再再创纪录，一时阵来到1440块，起40块。和台股的气势再起。昨天又传出说 OpenAI 跟 AMD 做更紧密的合作，那就代表的是其实对于 AI 发展前景的一个乐观的看法没有改变。那这激励了美股在纳斯达克跟 S&P500昨天就再创历史新高。那同一时间台股的台积电 ADR 在昨天交易时间也进一步上涨，这都是让今天台股开盘大涨的原因。专家讲，最近只要是 AI 概念股，拢有变强的状况。若阵即寡推塞大盘抢悬的大型电子冠特股，背后起价因素无改变，台股有可能会搁再抢悬。不过台股虽然强强滚，台湾劳动市场的减班休困的人数却持续在抢悬。根据劳动部最新的统计，今年9月底减班休困的人超过8500人，比顶期加1000人。面对股市热薪水冷的现象，学者警告讲，这种热度若无实际支持力，恐惊是非理性反应的掉头。我们的传产呢，目前的表现呢是相当的一个低迷哦，而且呢，近期的未来可能也是无解。政府呢，在这个采纳一些经济政策不能只看整个总体的这个数据要分别呢针对不同的这个产业他们目前遭遇到的这种情况呢来做这个区别。国内传统产业甲高科技半导体产业好歹的差别直直咧扩大，加上美国对顶关税影响，传统产业制造业短期来看无转机，订单少无成价，这款困境恐惊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